如果知道咗真相，會攞走你僅有嘅快樂，你仲想唔想知道呢？呢集想同你分享嘅故事，冇兇殺案，冇鬼怪，甚至冇任何實質嘅危險，但係佢筆下寫出嚟嘅孤單寂寞凍，可能比任何恐怖故事更加令人心寒。呢個故事就係黎子書筆下嘅微型小說《同居者》，主角係一個獨居女子，喺呢間屋住咗成10年噶啦。佢生活平淡無奇，直至幾個月之前，因為水管壞咗，佢先發現一個秘密。水管工人爬上天花板維修嗰陣，竟然喺入面揾到一堆生活嘅痕跡，幾件襯衫、襪、香煙、幾本雜誌、半支礦泉水，仲有一個小攬枕。有人住喺上面啊！收水喉嘅工人一臉嚴肅咁話。個女主角望住天花板嗰個唔到2尺闊嘅黑洞，心裏面打咗個冷震，同時又覺得難以置信。收水管嘅工人問佢使唔使報警啊？佢思考咗10幾秒之後，搖搖頭話唔使啦，我會自己處理噶啦。但其實佢根本冇諗過處理。送走咗個工人之後，佢鎖好大門，整個人攤喺梳化度，眼定定咁望住個天花板。佢喺度諗，如果上面嗰個人真係想傷害佢，根本唔使等咁耐啊，更加唔使偷偷摸摸。佢平時都係一個人住，日日返工放工睇電視，煮一個人嘅晚飯，沖涼瞓覺。佢甚至悲哀咁諗，如果自己喺屋企出事，可能要等到條屍發臭先會有人發現。既然冇即時嘅危險，女主角嘅心態反而起咗微妙嘅變化。佢開始中意呢一種感覺，起碼有人同佢住埋一齊。由嗰日開始，佢原本沉悶嘅生活忽然亮咗起嚟。佢買咗好多顏色鮮艷嘅新衫、化妝品，日日放工都迫不及待想返屋企。佢特登將個電視聲扭大啲，瞓覺之前播一啲輕音樂，然後鑽進被窩，靜靜雞咁望下天花板上面嘅一舉一動。嗰個人究竟喺唔喺度呢？佢中唔中意聽呢啲音樂呢？佢會唔會透過呢個窿偷偷望緊我啊？佢從來冇諗過拆穿呢個真相，因為佢好驚啊！一旦追查落去，爬出嚟嘅會唔會係一個黐線佬呢？又或者係一個好猥瑣嘅油膩大叔呢？維持現狀都幾好啊，起碼呢種同居嘅幻覺填補咗佢內心巨大嘅黑洞。有時煮飯，佢甚至下意識會煮多一份。雖然佢會笑自己傻，但嗰一刻佢心裏面係幸福嘅。但現實總係殘酷嘅，真相始終會不請自來。某一日嘅朝頭早，女主角去街市買餸，佢聽到一個男人同隔籬啲阿伯喺度大大聲咁講笑。我屋企嗰隻畜生啊，平時好乖噶，但就係有一個壞習慣，成日中意擔埋啲嘢周圍擺、周圍匿，啲衫啊、襪啊、枕頭仔啊都咬爛晒。有時候啊，佢將啲嘢收埋到我揾唔翻噶。女主角嘅心突然沉咗落嚟，佢加快腳步，頭也不回咁樣跑開咗，因為佢冇勇氣翻轉頭去確認個真相。一路上，佢心入面只有一個念頭：呢個地方真係好令人厭倦啊，或者係時候搬走啦。原來女主角幻想咗咁耐賴以生存嘅同居者，由始至終只不過係人哋屋企一隻行錯路，中意亂咁收埋啲雜物嘅寵物。賴老師好中意呢篇同居者，因為佢將現代人嘅孤獨寫得入骨。成篇小說有3個精妙嘅寫作手法。首先，第一就係同居者呢個篇名，同埋天花板黑洞嘅象徵。同居者呢3個字一開始就帶領住我哋讀者入女主角嘅視角，深信天花板上面住咗一個人。直到結局嗰個鄰居嘅閒話，呢個美麗嘅抱抱先至冷酷地被鑿破。而嗰個唔夠2尺闊嘅黑洞，正正因為佢漆黑、未知、空無一物，先至容得下女主角所有美好嘅幻想。水管工人發現嘅衫、香煙、攬枕，全部都指向人嘅生活。作者係刻意去創造一種嘅模糊性，支撐起整個溫暖嘅誤會。第二係對女主角嘅心理刻畫。呢個女主角明明知道有潛在嘅危險，卻選擇唔追究。佢嘅心理獨白係好吊詭嘅。佢話橫掂自己死咗都冇人知噶啦，所以佢寧願擁抱一個未知嘅同居者，
唔願意去拆開個真相，因為佢潛意識知道赤裸裸嘅現實往往比危險嘅幻想係更加難以承受嘅。而第三係極致嘅留白以及克制，真相唔係主動被揭發嘅，而係被一個路過嘅閒話硬生生咁樣鑿破咗。女主角連翻轉頭確認嘅勇氣都冇，佢只能夠心諗呢個地方真係叫人厭倦啦，應該要搬。語氣平淡到好似講天氣報告一樣，呢種極度克制嘅不足，反而無限放大咗呢個女主角內心崩塌時候嘅巨大失落。最深嘅痛，往往唔需要大嗌嘅，一句平淡嘅話，其實先係最狠。同居者呢個隱喻美得令人心碎，但同時又精準咁樣作中咗現代都市人最核心嘅痛點。當現實社會貧瘠到無法提供一絲溫暖嘅時候，幻想就成咗人類最後嘅避難所。心理學家榮格曾經講過，感到孤獨嘅真正原因係一個人冇辦法同其他人交流自己最重要嘅感受。而家我哋嘗試用4個方向去切入，去剖析一下現代人呢一種主動選擇嘅孤獨。首先，第一個可能性係寧願要溫暖嘅謊言，都唔想要冰冷嘅真相。女主角寧願放棄理智，拒絕分辨真假，嚟換取虛假嘅陪伴。其實呢一個咪正正係現代人嘅縮影咯。現實入面社交太攰啦，需要經營，需要妥協，需要面對衝突。於是乎，好多人選擇將情感投射喺更安全、更加慳時間嘅事物上面，例如 AI 伴侶啦，又甚至乎將自己嘅感情投放喺一啲寵物身上。我哋心知肚明，熒幕背後可能淨係得演算法，而你腳邊嘅寵物可能只係想食罐罐。但我哋就好似女主角一樣，選擇主動刪咗自己嗰把理性嘅聲音，因為喺漆黑孤單嘅深夜，呢點虛擬嘅微光係支撐我哋活下去嘅唯一理由同埋溫度。所以你可以笑呢個女主角傻，但我哋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呢一種可能係一種都市人特有嘅情感求生機制。第二個可能性係當幻想被鑿破嘅時候，精神嘅寄託就會崩塌。當女主角知道真相嘅嗰一刻，佢感受到嘅唔係哎呀，我終於安全啦，而卻係無盡嘅失落。呢一個反應揭示咗現實最殘酷嘅一面。有時候清醒先至係最深嘅絕望。有時做人往往係靠住某種虛妄嘅期盼而撐住我哋繼續活落去。終有一日會變好噶啦，最好嘅嘢未到啫。可能有人默默守護住你啊。但當有一日現實用冰冷嘅數字，又甚至乎係一個閒話家常帶出嚟嘅事實，話俾你知，你之前諗太多啦。呢一種叫做清醒嘅毒藥，會瞬間殺死你僅存嘅精神寄託。現代人嘅崩潰，往往唔係因為遭遇咗乜嘢滅頂之災，而係佢發現自己一直依賴住嘅生活意義，原來只係一場自欺欺人嘅閣樓幻覺。當我哋連想象力都被現實沒收嘅時候，我哋慢慢連幻想幸福嘅力氣都冇埋啦。當一個人連喺腦海入面勾勒出一段美好生活嘅空間都被奪走嘅時候，佢嘅心靈就真正進入咗乾枯嘅狀態。現代都市孤獨嘅特質，龐大而安靜。呢一種孤獨之所以龐大，係因為佢無處不在。你身處喺千萬人口嘅大都市，身邊全部都係人，但係呢班人全部同你冇關係。呢種孤獨之所以安靜，係因為每個人都戴住得體嘅面具。你睇下喺港鐵入面啦，喺升降機入面啦，大家都互不干擾嘅，連崩潰都係靜音嘅。我哋喺各自嘅格仔房入面自給自足，我哋可以嗌外賣，我哋戴耳機都有降噪模式，我哋每一日都自己困喺自己築起嘅堡壘入面。人與人之間物理嘅距離可能無比貼近，但係心靈上卻係老死不相往來。最諷刺嘅係呢種孤獨，往往係我哋追求高效率，唔想麻煩其他人而親手構建出嚟嘅。我哋用科技將自己與世隔絕，
然後喺空無一人嘅閣樓入面，反而渴望聽見另外一個人嘅呼吸聲。第四個可能性，我哋現實少少去探討，就係環境嘅因素同埋女主角自己嘅性格。首先，我哋講下現在都市嘅生活模式。現代都市人口密集，同時伴隨咗高度嘅匿名以及人際疏離。獨居戶，我哋喺數字上面已經見到急速嘅攀升。但係諷刺嘅係，我哋缺乏公共聚會嘅空間，我哋好難好似以前咁建立傳統社區密集嘅互動網絡。其次，女主角嘅性格亦都係比較內向嘅，或者佢根本冇辦法敞開心扉去表達真實嘅自我，亦唔習慣同他人交流自己最重要嘅感受，所以佢寧願活喺自己想象嘅閣樓之中，尋找一份溫暖嘅陪伴。呢篇小說寫得好到肉，黎子書總係用最冷靜，甚至帶有點寒意嘅筆觸，去揭開都市人心入面嗰種無法言說嘅黑暗以及孤獨。但佢寫黑暗，從來唔係為咗讓我哋去感到絕望，相反，佢係想提醒我哋看清楚黑暗，先至去尋找真正嘅光。因為懂得承認自己係孤獨嘅，先至有勇氣行出孤獨嘅第一步。好似故事入面嘅女主角咁，寧願活喺自己嘅幻想裏面，雖然溫暖，但最終只係一場經不起風吹雨打嘅夢。同居者呢個故事最後冇俾出任何一個標準嘅答案，佢只係一塊鏡，俾我哋問下自己：我到底有冇試過寧願唔要知道真相，都想留住一段美好嘅幻想呢？而如果有一日現實嘅真相突然闖入咗生活，我哋又準備好去面對未呢？呢啲問題同樣冇標準嘅答案，但呢個正正係文學最溫柔嘅地方，佢陪你一齊問，但係從來唔會逼你答。文學好多時候係人類痛苦嘅出口，所以我希望繼續用文字同故事陪你走過成長嘅每一場風暴。我哋下集繼續分析黎子書小小說。